以斯帖記第一章，亞哈隨魯王廢瓦實提皇后。呢件事發生喺亞哈隨魯嘅時代。亞哈隨魯從印度直到古實統治127個省，就係亞哈隨魯王喺書珊城堡中坐國度王位嘅嗰啲日子。佢在位第3年，為所有官員同臣僕擺設筵席，有波斯同馬代嘅權貴、各省嘅貴族同領袖喺佢面前。佢將佢榮耀國度嘅豐富同佢偉大威嚴嘅尊貴，俾佢哋睇咗許多日子，共180日。呢啲日子滿咗，王又為所有住書珊城堡嘅百姓，無論大小，喺御花園嘅院子裏面擺設筵席7日。院子裏面有白色棉同藍色線，用細麻繩、紫色繩繫喺白玉石柱嘅銀環上，又有金銀嘅床褥擺喺紅、白、黃、黑大理石鑲嵌嘅地上，用金器皿盛酒，有好多唔同嘅器皿，照王嘅厚意提供豐富嘅御酒。飲酒有規定，不准勉強人，因為王吩咐宮裏面所有嘅臣宰，讓人各隨己意。瓦實提皇后喺亞哈隨魯王嘅宮內，都為婦女擺設筵席。第7日，亞哈隨魯王飲酒，心裏面快樂，就吩咐喺佢面前侍立嘅7個太監米戶曼、比斯他、哈波拿、比革他、阿拔他、西達、革迦，請瓦實提皇后頭戴皇后嘅冠冕到王面前，讓各民族嘅官員觀看佢嘅美貌。因為佢容貌美麗，瓦實提皇后卻不肯遵照太監所傳嘅王命前嚟，所以王非常憤怒，怒火中燒。按王嘅常規，辦事必先詢問知禮明法嘅人。嗰時王詢問通達時務嘅智慧人，就係喺王左右常見王面，喺國中坐高位嘅波斯同馬代嘅7個大臣：甲士拿、士達、押瑪他、他施斯、米力、馬西拿、米慕干。瓦實提皇后唔遵照太監所傳嘅王命，照例應當點樣辦理呢？米慕干喺王同眾官長面前回答話：瓦實提皇后呢件事不但得罪王，並且有害於亞哈隨魯王各省嘅臣民啊！因為皇后呢件事必傳到眾婦人嗰度，佢哋就會藐視自己嘅丈夫，話亞哈隨魯王吩咐瓦實提皇后到王面前，佢卻不來。今日波斯同馬代嘅眾夫人聽見皇后呢件事，必向王所有嘅官長照樣講，如此必造成無數嘅藐視同埋憤怒。王如果以為好，請降諭旨，寫喺波斯同馬代人嘅條例中，永不更改，唔准瓦實提再到亞哈隨魯王面前，將佢皇后嘅位分賜給比佢更好嘅妃子。王嘅諭旨一傳遍全國，國土縱然遼闊，凡作妻子嘅，無論丈夫係尊貴或者卑賤，都必尊敬佢。王同眾官長都以呢個話為美，王就照米慕干嘅建議去做。王下詔書，用各省嘅文字、各族嘅語言通知各省，使凡作丈夫嘅喺家中作主，各說本地嘅語言。